新闻头起先来看这立法院南北党团联手通过再违法修正案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下晡亲身开记者会宣布讲，无要复苏这项修法，批评这修法的过程是有争议的，破坏宪政体制等等。杜英泰也表示讲，若是立法院有意见，会当对行政院长发动无信任投票。另外，今日早起，总统赖清德是招部会首长食茶讨论国政，立法院长韩国瑜有关是选定无参加。总统、副总统莅临会场。总统赖清德15调集议这国际茶会，行政院甲考试院政府院长拢来参加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基本要是无出现，不过岛顶囥的花莲市王来酥甲后白红做茶，希望传达朝野团结合作，互国家欢迎兴旺。总统也表示，为了要促进院际之间多多沟通协调，维护国政顺利的推行，针对立法院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以及公布的各项法案，行政院、考试院以及相关部会都应该是在合宪的基础下进行，确保宪政体制完整。会中赖总统阁一概讲到立法院顶一日通过再违法，甲停止提公告年金的修法。行政院长杜英泰嘛伫会后召开记者会，提出3大原因，正式宣布唔附属再违法，创下宪政的头一个。决定不予附属本次的修法，违反了宪法权力分立的原则，实质侵害行政权。第二，修法的过程违反公开透明与实质讨论的原则，若一旦施行，将对国家的发展造成无可回复的重大危害。所谓附属权，根据宪法第37条，总统依法公布法律的时阵，要经过行政院长附属。即马杜英泰决定唔附属，代表法案无法度生效。相关的做法引起在野的批评。民众党团表示，无排除招民众做伙去街仔路抗议。当赖清德的独裁成为事实的时候，就是人民发出怒吼、站出来的时候。总统公布的法令，行政院院长不附属，这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啊！他是打脸总统，有没有搞错啊？面对立言发声，无认同政院会当发动祷告，国民党团回应讲，袂对咧安尼舞，而且积极讲，就算祷告，杜英泰嘛可能无要落台。如果不信任案投票通过，依宪法规定，阁揆一定要下台。那廖拢坚持家己的意见，后续朝野的冲突，罢免会更加激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